10月27日，中山市人民醫院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正式啟用，由此港澳居民喺中山就可以享受到港式全科同埋3甲專科融合醫療服務，而中山本地居民同樣可以受惠。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係由中山市人民醫院聯同大灣區醫療集團合作建立，以港式全科同埋3甲專科協助模式運作，服務內容涵蓋預防、診斷、治療、康復等全週期嘅健康管理。中心由港式全科醫生負責首診、評估同分診，並為有需要轉診嘅客戶協調院內專科或港澳專科轉診。中山本地居民同喺中山居住嘅港澳居民可以直接喺中心掛號睇醫生。未購買指定商業保險嘅港澳居民或本地居民可以透過大灣區醫療集團嘅小程序預約掛號。已購買指定商業保險嘅港澳居民或本地居民喺確認保險公司已開通服務中心付款途徑之後，就可以透過保險公司嘅 APP 預約。港澳居民或本地居民喺中心睇醫生嘅時候，可以用醫保、自費或者指定商業保險等方式結算。